这一届香港防火院的火灾夺走159条性命，在台香港人下晡开记者会，批评香港政府毋若无赶紧调查工程等等的问题，颠倒是乌白掠人、侵害人权，呼吁都要追究官员的责任，甲保障人民言论的自由。 停止利用惡化滅聲。香港甲台灣的社群團體初7日下晝，佇個台北濟南教會頭前的廣場開記者會，強烈譴責香港政府佇防火院火災了後，毋但是無承擔責任公開真相，顛倒濫用港區國安法，用以災亂港的罪名，甲提出質疑的民眾舉報，叫大家點點侵害人權。這個政府是刻意的，在中國的授權下，他們去打壓香港的民間社會。 這個是一種很惡劣的行為。11月2日，香港大埔防火院發生大火，至少造成159人死亡，是香港半世紀以來上嚴重的火災。在台灣的香港人講，香港政府毋但是無隨調查工程監管、圍標、物料安全這款問題，顛倒用惡法打壓民眾。而且香港第8屆立法會選舉在初7舉行，就是想要用選舉把這件代志壓過。香港政府他們無視我們逝去的生命。 還要堅持在這麼艱難的時間，還要舉辦這個假選舉。在台灣的香港人提出5大訴求，希望香港政府正視，包括妥善安置所有受影響的居民，隨改善工程制度，阻止圍標文化，全面徹底調查利益輸送的問題，追究失職官員的責任，包括工程監管、停止濫用國安法打壓市民，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，也有基本權利。記者綜合報道。